智保網有三大主要功能：一、長者同康復院舍；二、社區藥房；三、外展同家庭照顧。依家我會簡單介紹一下智保網有啲咩功能。自從林正財醫生喺舊年8月介紹我哋同醫管局嘅 IT 團隊合作之後，我哋喺今年2月14號終於成功將醫健通連接到啲院舍，依家已經有幾間院舍開始用緊呢個系統。我哋仲成功喺自己嘅註冊藥房推行咗社區藥房系統，連接晒全部28000隻註冊藥物，咁樣醫健通下載落嚟嘅處方就可以直接變做配藥單。每隻藥都會連埋庫存嘅批次同有效期，仲可以印出詳細嘅標籤，方便定期配藥。醫管局計劃喺2025年第4季發出社區藥房共同照護嘅招標，並喺2026年第1季發出社區藥房院舍嘅招標。智保網有個同醫健通一樣齊全嘅藥物資料庫，啱晒醫健通嘅標準。我哋用嘅藥物資料庫同醫健通係一模一樣，咁就可以確保數據互通同埋準確。資料庫入邊有超過28000種藥，無論係處方藥、非處方藥定係專科藥物都齊晒。仲有藥物分類有多層結構，好易揾，好易管理，將來加新藥都超方便。舉個例 ，Fluocinolone Acetonide Vita 外用乳膏。最底層係簡化咗嘅活性成分，上面一層係活性成分，再上面就係虛擬藥品，而最頂層就係實際藥品。智保網都會根據藥物類別提供額外嘅藥物資訊，好似藥物相沖，同一種藥但唔同名，方便藥劑師查閱。不過幫全部3萬隻藥都做晒呢啲資訊，其實係唔現實嘅。所以智保網集中用100種類最常見嘅藥去建立分類智慧，仲揾咗有經驗嘅藥劑師提供藥物提示，等大家可以快啲揾到用藥建議同諮詢重點。系統仲會針對重要嘅藥物相沖發出提醒，提升臨床用藥安全。智保網有個智能庫存雙重系統，可以同時應付醫健通同埋街客嘅需要，夠彈性又易用。系統會根據同一種藥，即使唔同牌子，但係同一類藥嘅平均用量，自動發出補貨提醒，避免冇貨。產品管理方面，系統會自動揀快到期嘅產品優先處理，幫你更有效咁管理庫存，減少浪費藥物。講下電子藥物模組每個子模組嘅優勢。資料庫 DB 支援電子健康記錄影射，仲有藥物圖片，方便又清晰。處方管理用人工智能 AI 做 OCR 處方識別，快速又準確。電子配藥 eDispensing 可以自動配置藥盒，幫手做電子準備同驗證，超方便。智保網院舍系統有7個部分，包括電子藥物管理、院友管理、院友日誌、生命表徵、個人照顧計劃、觀察記錄同會計系統。其實呢7個部分唔係各自獨立運作嘅。例如心臟科藥物要有血壓數據先可以用，而做個人照顧計劃都要同病歷、藥物、生命表徵同觀察記錄啲資料結合埋一齊，仲可以用人工智能幫手，令照顧更周全。自動整出嚟嘅藥紙支援3核5對嘅電子簽署，可以完全做到無紙化，慳返時間、人手同埋錢。病人服藥嘅時間好彈性，可以每日、隔日、每星期、每月甚至隔月都得。以下係我哋智保網應用嘅技術。數據安全，我哋嘅系統會經過醫管局資訊科技部同第三方嘅多重測試，確保數據喺傳輸、存儲同存取過程都有嚴格嘅保安措施，好似數據加密、雙重認證、存取權限控制同活動審計，保障病人私隱同防止資料外泄。
無縫連接醫健通。醫健通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可以令唔同嘅醫療機構安全同即時咁上載同下載藥物同處方資料，提升醫護協作效率同病人嘅照護質素。附加藥物資訊，藥物標籤除咗基本指示之外，仲會加埋輔助標籤，提醒特別嘅服用方法、儲存方式或者禁忌嘅資訊。系統仲可以顯示藥物副作用、藥物之間可能嘅相衝或者加強副作用嘅資訊，幫醫護人員同病人安全用藥。智能提示，當系統偵測到唔同品牌但成分一樣嘅藥物時，會即刻出提示，提醒醫護人員避免重複處方或者潛在嘅藥物相衝，確保病人安全。臨床捷徑，藥劑師可以根據臨床經驗，俾醫護人員即時嘅用藥建議同提示，幫助做臨床決策，減少出錯。語音輸入，利用 AI 語音辨識技術，醫護人員可以直接用講嘅方式輸入病歷或者藥物資料，系統會自動將語音內容轉成文字，慳返人手輸入嘅時間，仲可以提升準確性。健康資訊 RPG 生命體徵同情緒分析。 RPG 遠程光電容積脈搏波描機係一種用攝影機同 AI 分析面部微細色變嘅技術，可以非接觸式量度心率、血壓、血氧，甚至分析情緒狀態，方便做遠程健康監測。AI 客服系統可以自動處理電話、語音同文字查詢，利用語音合成同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做到自動回覆同即時轉接人工客服，幫手提升服務效率同用戶體驗。快捷輸入 OCR 技術。OCR 光學字符識別技術可以自動將紙本處方或者醫療文件掃描成電子文字，快速提取藥物名稱、劑量等資訊，減少人手輸入錯誤，提升工作效率。我哋嘅團隊嚟自唔同領域，如資訊科技、藥劑師、醫生、工程師、各界治療師等。致謝城市大學、聖方濟各大學、都會大學、香港大學、劍橋大學、帝國大學、曼徹斯特大學、倫敦大學、新南威爾斯大學等嘅貢獻。多謝各位花時間觀賞。